屏东市今仔日早起发生一件真怪奇的火烧车的意外，原顶呢停伫路边的轿车，这车主才当咧发车尔，这车就随爆炸。加在这车主人是走有出来，也毋过伊的骹甲手拢有烧烫伤，目前已经送病院治疗。因为这车主伊的阿嬷呢是讲，其实车顶是有放一支甲树桶，敢是这事故的主因，这是还阁需要调查。 这个全拿出来啊！全部这个装，哎呦！啊，那这个我告诉，啊，鸟我也咬了。厝边隔壁听到爆炸声，拢走出来看，规台乌车已经庆烟搁导火。因为屏东市庄明志家车路无大条，双边拢是徛架，民众听讲车顶有放甲树桶，除了拜托消防队进来救火，大家赶烟筒啊滴水，护士讲救力先来到拍火。 哦牛啊！哎呦！我听到嘣一声，我就拍119啊！我怕伊即摆搁冒白烟哦，我足危险啊！即摆冒黑烟吼，会念伊就发火啊，安尼啦，啊赶紧来安尼啦，啊伊一开门就跳走啊。附近民众讲，早起车主要驶车出门，一上车发车就随爆炸庆烟，加载人骨走出来。消防队赶到现场，就赶紧先把车顶的瓦斯桶散出来，避免意外扩大。根据了解，车主今年22岁，是职业军人。因为家属讲，车顶迄桶瓦斯是因昨去航巴用的，唔知是毋是因为关无安漏气才会爆炸。对此，消防队表示，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。现场有一名伤者，男性，22岁，清醒，脸部及肢体。 有烧烫伤，然后后续由火调人员以及远警调查处理。受伤的车主无性命危险，不过烧烫伤有较严重，已经转去高雄治疗。这台火烧的轿车虽然火已经拍花，不过因为是油电车，也阁一直咧庆烟，消防队也继续钻水降温，避免电池的温度升悬阁烧起来。记者柯明在柯家组柯超用屏东场报道。